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賈思樂出身於澳門，獨特嘅中葡混血外貌賦予咗佢與生俱來嘅魅力。喺兄弟姊妹中，佢原本排行13，然而家中其他細路因體弱不幸早逝，最終淨係留低咗佢同哥哥、家姐。賈思樂遺傳咗被稱為澳門顧嘉輝嘅父親嘅良好音樂基因，自細就對音樂展現出咗濃厚嘅興趣，並且精通7種樂器，咁為佢日後喺娛樂圈嘅發展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1974年，對於賈思樂嚟講係命運嘅轉折點。畢業後嘅佢參加咗 TVB 為挖掘歌唱人才而舉辦嘅節目《星寶之夜》。喺舞台上，佢憑借翻唱嘅一首歌曲《一路過關斬將》，成功進入決賽，並最終獲得季軍。呢次比賽嘅優異成績令到佢獲得咗前往香港發展嘅機會，就此正式踏入咗娛樂圈。初入香港娛樂圈嘅賈思樂受到咗 TVB 金牌編導金國亮嘅賞識，出演咗首套劇集《少年15-20時》。憑借出色嘅表現，佢一拍劇就迅速走紅，成為咗觀眾眼中嘅新星。隨後 TVB 對佢寄予厚望，安排佢主持歌唱節目《四樂士特輯》同埋樂在其中。喺節目中，佢同露雲娜組成嘅熒幕情侶，兩人默契嘅配合同俊男靚女嘅組合，瞬間成為當時少女們心中嘅偶像。喺 TVB 嘅發展過程中，賈思樂不斷拓展自己嘅演藝領域，除咗歌唱事業，佢仲涉足電視劇領域，並且喺台灣參演電視劇亦都取得咗唔錯嘅成績。80年代，賈思樂迎嚟咗事業嘅巔峰期，佢活躍於 TVB 經典綜藝節目《歡樂今宵》。喺呢個節目中，佢同盧海鵬、戚美珍合作演出嘅搞笑短劇《蝦仔爹哋》大受歡迎，成為《歡樂今宵》節目中最長壽嘅短劇。劇中，賈思樂以幽默風趣嘅表演風格同自然流暢嘅演技，俾觀眾帶嚟咗無數歡聲笑語，深受觀眾喜愛。喺事業蒸蒸日上嘅同時，賈思樂亦都冇忘記自己嘅音樂初心。佢發行咗個人專輯，用獨特嘅聲音演繹咗一首首動人嘅歌曲，喺樂壇亦都佔據咗一席之地。此時嘅賈思樂喺影視、綜藝、音樂多個領域全面開花，成為咗一名全能型藝人，喺香港娛樂圈中站穩咗腳，可謂風光無限。然而，命運嘅軌跡往往難以捉摸。就喺賈思樂事業中天之時，生活卻俾佢帶嚟咗沉重嘅打擊。佢最親近嘅媽媽突然離世，而當時因為工作原因，佢未能喺香港陪伴媽媽，甚至未能見到媽媽最後一面，咁成為咗佢心中永遠嘅痛。巨大嘅悲痛令到佢陷入咗深深嘅自責同痛苦之中。佢開始封閉自己，唔願見人，推晒所有嘅工作，成日匿埋喺屋企。長期嘅精神壓抑，使到佢不幸患上咗抑鬱症，生活陷入咗黑暗嘅深淵。1977年至1979年期間，賈思樂頻繁赴台灣拍攝電影。喺呢個期間，佢同當時紅極一時嘅女星甜柳合作咗3部電影。喺朝夕相處嘅拍攝過程中，兩人漸漸產生咗感情。然而喺嗰個年代，藝人嘅戀愛被視為禁忌，一旦曝光可能會對事業產生嚴重影響。所以賈思樂同甜柳只可以將呢份感情小心翼翼咁隱藏起身，偷偷相戀。但好景不長，由於兩人長期分隔兩地，聚少離多，感情逐漸出現咗裂痕。盡管彼此都努力維繫呢段感情，但最終仲係因為現實嘅無奈，呢段戀情未能修成正果，以分手告終。90年代，賈思樂對陳玉蓮展開咗熱烈嘅追求。然而當時陳玉蓮已經結婚，呢段感情從一開始就面臨住巨大嘅阻礙，只能無奈擱置。直到1995年，陳玉蓮同前夫分居後，賈思樂終於迎嚟咗同佢喺埋一齊嘅機會，兩人開始正式交往。賈思樂對陳玉蓮呵護備至，將佢視為自己嘅珍寶。佢以為終於揾到咗可以攜手一生嘅人。然而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兩人喺相處過程中逐漸發現性格存在較大差異。陳玉蓮個性比較強勢，而賈思樂喺一啲事情上亦有住自己嘅堅持。
兩人喺生活中經常因為觀念唔同而產生矛盾，儘管佢哋都曾經努力嘗試磨合，但最終仲係無法克服性格上嘅差異。呢段感情亦以分手收場。除咗田柳同陳玉蓮，賈斯洛仲同露雲娜、狄寶娜摩亞等知名女星有過緋聞，但呢啲感情大多無疾而終。喺經歷咗多段感情嘅波折後，賈斯洛對愛情嘅渴望逐漸變成平淡，佢開始享受單身嘅生活，將更多嘅精力投入到自己熱愛嘅事業中。1988年，佢為 TVB 拍攝《歡樂今宵》遠赴澳洲出外景時，遭遇咗嚴重嘅車禍。喺嗰場車禍中，佢死裏逃生，但身體同精神都遭受到咗極大嘅創傷。呢次車禍令佢深刻體會到咗生命嘅脆弱同無常，亦令到佢嘅事業發展受到咗一定嘅影響。然而，命運似乎並唔打算輕易放過佢。1989年，佢嘅好友鍾保羅選擇咗自殺。鍾保羅嘅離世令到賈斯洛悲痛萬分，佢無法接受好友突然離去嘅事實。喺佢眼中，鍾保羅係一位非常優秀嘅司儀，兩人喺娛樂圈中相識相知，結下咗深厚嘅友誼。好友嘅離世令到賈斯洛陷入咗深深嘅痛苦同迷茫之中，佢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嘅人生，思考生命嘅意義。90年代初期，賈斯洛受到亞洲電視嘅高薪挖角，轉投旗下，佢參演咗最佳才子並演唱咗劇集嘅主題曲，試圖喺新嘅平台上重新揾到自己嘅事業巔峰。但由於各種原因，佢喺亞洲電視嘅發展並冇達到預期嘅效果，事業逐漸陷入咗低谷。巨大嘅壓力之下，佢突然暴瘦18磅，身體同精神狀態都變得極差。禍不單行，此時佢最信任嘅助手竟然偷咗佢嘅錢，咁無疑係雪上加霜，俾咗佢沉重嘅一擊。喺呢段艱難嘅歲月入邊，賈斯洛幾乎陷入咗絕境，事業嘅唔順，朋友嘅背叛，令到佢對未來感到無比迷茫。喺經歷咗人生嘅種種磨難後，賈斯洛開始慢慢調整自己嘅心態，努力走出陰霾。佢深知抑鬱症嘅可怕，所以積極尋求幫助。通過圈內好友嘅介紹，佢結識咗心理醫生。喺心理醫生嘅專業輔導同朋友們嘅關心開解下，佢逐漸學識咗面對自己嘅內心，釋放內心嘅壓力。佢開始嘗試重新接納生活，積極參加各種社交活動，同朋友們重新建立聯繫。賈斯洛深知友誼嘅珍貴，喺佢最困難嘅時候，喺朋友們嘅陪伴同支持，令佢感受到咗溫暖同力量。佢開始更加珍惜同朋友們喺埋一齊嘅時光，同戚美珍、林建明等好友嘅關係亦都越發深厚。喺蝦仔爹哋舞台劇面臨困境時，戚美珍同林建明分別使咗10萬蚊買戲飛支持佢。呢份情誼令到賈斯洛感動不已。近年嚟，賈斯洛將更多嘅精力放喺舞台劇同演唱會方面。佢每次舉行演唱會都會得到眾多歌壇明星嘅支持，咁同佢為人友善、真誠待人嘅性格密不可分。喺最紅嘅時候，佢對身邊嘅同事一視同仁，從來唔擺架子。佢珍惜每一份對佢好嘅情誼，所以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，大家都願意伸出援手。賈斯洛深知抑鬱症患者嘅痛苦，佢希望能夠用自己嘅經歷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佢多次公開接受訪問，以過來人嘅身份分享自己對抗抑鬱症嘅經歷同心路歷程，鼓勵嗰啲正喺度同抑鬱症作鬥爭嘅人勇敢面對生活，唔好放棄希望。佢仲將過往演唱會嘅部分收入捐俾慈善機構，用於幫助抑鬱症病人，用實際行動踐行住自己嘅社會責任。如今，賈斯洛已經迎嚟咗70歲生日，雖然歲月喺佢嘅面上留低咗痕跡，但佢嘅精神狀態卻依然活力四射。佢嘅70歲大壽雖然冇大張旗鼓咁慶祝，但佢充滿咗溫馨同歡樂。由於佢即將舉辦入行50周年嘅演唱會，所以冇太多時間籌備大型壽宴，而係選擇同親朋好友一齊喺酒家聚餐，共度呢一個特別嘅時刻。回顧賈斯洛嘅一生，充滿咗傳奇色彩。佢喺事業上經歷咗輝煌與挫折，喺感情上遭遇咗甜蜜與苦澀。
喺生活中品嘗咗歡笑與淚水，但無論面對點樣嘅困境，佢始終保持住樂觀積極嘅心態，勇敢咁面對生活嘅挑戰。如今喺古稀之年嘅佢，依然能夠享受生活嘅美好，用自己嘅方式繼續為大家帶嚟快樂同感動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人生或者會有坎坷，但只要心中有希望、有熱愛，就一定能夠走出陰霾，迎接屬於自己嘅陽光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